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选举的消息来看到，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郭文哲昨是伫咧台中的代理做事，公安人员安检所对现场一个查甫人的身躯顶敲出一支空气枪、4粒咸椒弹，各一罐咸椒水，是当场甲查扣。该查扣空气枪初步鉴定结果，非属管制枪支。该男子无故携带上述物品，涉及违序部分，依违反设置法第63条第1项第1款及第65条第3款，移送台中地方法院简易庭裁罚。经过初步鉴定，现场查扣的空气枪不是属于管制枪，依照违反社会特殊医护法，甲这个查甫人移送处分。因郭文哲办公室是呼吁民众爱参与政治运动，都要尊重民主法治，千万莫以身试法。讲到拜六特别投票，3方阵营拢在拼上尾假日有票的机会。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话讲国会过半，国民党的侯友宜是讲爱投予国民党完成政党轮替。今仔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批评侯友宜的讲法，都是咧操作气保。国政选战黄金周，民进党赖清德透早先到新北市实址，替家己党内立委有关社事，率来到新竹出席团结大会，强调总统府总统将要韩德伦，国会才是严任，话讲国会爱超过一半。如果蓝白掌控国会，他们不会理性监督，他们只会背个扯后腿。我们走的是信赖台湾这一条路哦。赖清德行程加满，有4场大造势，积极寻求支持。12选前之夜，先到本命区台南购票，再来到故乡新北市，直攻对手侯友宜的主场。国民党侯友宜黄金周车队锁定6都，车人为新北市出发。日本媒体 NHK 到场，关心两组当选要安怎增加代志关系。伊讲未来会成立印太远景办公室，强化代志关系。在安全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尽到台海安定、台湾安全、日本安心，大概变成在区域的稳定的力量。侯友宜嘛，学到对手郭文哲甲郭台铭是做过要员，呼应韩国瑜叫韩美团结，爱挺在野上强后空配，才会当完成政党轮替。台湾的选择。民众党郭文哲车拉伫台中市的第2天车队游行，为大家镇南宫出发。对于侯友宜话做句，郭文哲不满，表示这种话就是在操作气保。不是啊，这个我跟你讲哦，这个人家说正直诚信，你的，我就觉得，你就是明明在操作气保，还讲一大堆，不要口出恶言了，就这样。另外，有民众党背景的无党籍同市立委候选人马志美涉犯反渗透法，予人收押。郭文哲表示，中央委员会无提名，发现伊甲中国关系真密切。民众党找人以违反相关廉政规范，裁决开除马志美党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自来水公司降低漏水率第2期的计划，要对明年开始按算要做8年，总经费是634亿，预估每一年会当省3亿吨的水，差不多是1.3座石门水库水量。时到这漏水率会当降到无到10%。再来是联合报，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考虑要延长川普时期，针对中国出口去美国商品加重扣关税，大约是大票9.4条，而且打算搁扩大范围，中国的电动车关键矿产进口拢会搁扣重税。再来是中国时报，正正赖清德讲支持公开高端合约，不过前卫副部长陈时中表示，合约有签保密条款，敢会使凊彩公开咧？行政长陈建仁是强调，高端无未使公开事情，只是拢爱经过高端董事会同意。国际上紧继续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拜五是去到美国民主扩园地宾州，正式开始2024连任竞选活动。伊大力批评目前可能上大的竞争对手川普，讲伊就是美国民主上严重的威胁。Choice is clear. Donald Trump's campaign is about him, not America, not you. Donald Trump's campaign is obsessed with the past, not the future. He's willing to sacrifice our democracy, put himself in power,
Our campaign is different. 美国总统拜登2024连任竞选的头一场造势活动，选伫宾州瓦近福地国的纳将镇举行。福地国是250年前开国英雄交伫华盛顿，集合兵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战场。拜登伫演讲中甲家己讲是美国制度的捍卫者，结果若是川普搁再摕到政权，安尼民主就会有危险。Calls those who oppose him vermin. He talks about the blood of America as being poisoned, echoing the same exact language used in Nazi Germany. 这天拄是国会暴动30周年前，这个事件引起司法部有史以来规模上界大的调查。到2023年12月初为止，差不多有1240个涉案人被人抓去，罪名为非法侵入的轻罪，到煽动反乱的重罪不等。350个案例也搁伫审判。当伫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资格的川普，嘛是其中一个。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牵涉到反乱的理由，裁决川普无资格参加州内的总统初选这个案例。联邦最高法院初步接受川普伊的上诉，佮宣布会伫2月8听口头辩论，判决结果全国适用。But all I want is fair. I fought really hard to get 3 very, very good people, and they're great people, very smart people.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初时公布一份标题叫做“出售白宫”这个国会报告，讲川普任内差不多有20个国家伫伊的名下产业开至少780万美金，中国以550万美金排第一，第二是沙烏地阿拉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看国内新北八里的台北港，昨是发生一件公安意外。一个泰国移工伫咧报花做工课，边有一只拖船该盗刷物件，结果疑似这个移工是徛无在摔落海，启动着暗棍，甲救起来时已经无喘气，送医共款是救袂转来。虽然是假日期间，台北港也是有袂少工作伫进行。初六透早4点外，煞发生一件公安意外，致使一个泰国籍移工死亡。人员含我们的安全设施坠落到他的沉箱的内舱，在脱航过程中，跟家属保持联系，会给予最优渥的赔偿。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些想一些精进的改善作为，让这个事故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个泰国籍移工伫台北港北延新宝华沉箱暂垦区进行沉箱拖航作业，一只施工拖船要协助塞振动，造成沉箱煞出去，结果这个移工徛无在摔落来，启动着暗棍了后，搁落海。尾仔去互其他工人发现，甲拖转来岸边的时阵，伊就已经无气啊。消防人员到场，原来有做 CPR， 马上伊抢救，不过也是救无转来。有2艘拖船一艘拖船在推，另外一艘拖船在拉。作业过程中呢，因为晃动造成工作台的劳工呢，总共有13.5公尺高，头部受伤不治死亡。他沉下面上呢，作业的时候必须要有防止人员坠落的设备，他已经违反了这一条法规。治安法的规定呢，最高处以30万的罚款。基隆港务分公司回应，施工厂商照规定通报路检。建署北区中心是讲，目前拖航暂时停工，依照规定，相关的作业必须要有防护措施，这点已经违规会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中华馆有一个数学老师，20年前是真济届利用学生下课了补习的时阵，对各地女学生卡来手来。去年有受害者出面指控，佮提告。检方调查，这受害女学生上无到10个人，依照强制性高等罪嫌，甲这个老师起诉，要求判重刑。外小姐去年7月出面指控，读国二的时阵，和学校4地数学老师利用课后补习的机会，用掠零也是矫情姿势理由来侵犯，时间有7年遮久。有小一句罪名被害人出面，检方最近侦结，甲这个4地数学老师依照加重强制性交这罪嫌来起诉，并且建请加重刑责。利用学生对其信赖关系，为满足自己私欲，基于妨害性自主、强制性交、强制猥亵、合意性交等犯意，对多名未成年学生为妨害性自主犯行。
涉案这4地老师，伫2017年就因为性骚扰女学生，互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且永久来改聘。去年团队阁想要开补习班，被害人烦恼讲有更加多人受害，才出面来控诉。也来检方调查时发现，4地老师对2003年开始来犯案，就已经知影有10名被害女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讲，这种老师藏伫补习班更加难以被发现，主管机关应该落实查核。教育局它必须要积极的去稽核这些补习班是不是应聘，是不是符合资格的老师，他必须要实际的去查核，然后就是实际的开罚。林本也建议家长伫替囡仔找补习班时，要注意是毋是合法入案。外小姐委任律师讲，4地老师甲这种议员是好人缓刑，希望法官会使判处重刑，也呼吁若要有未出面的被害者，应勇敢站出来指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新北高中学生挂暗棍案，昨有将近60万9是起到立法院头前为这个学生挨刀。因强调，根据现在少年事件处理法，18岁以下犯罪少年人有带犯罪处分，也是结案一段时间等以后，就当甲案底规个浮掉。因认为这制度应该来检讨。为新北市高中生默哀，要讲60位网友自发快闪立法院正门口，因伫咧纸条顶写着因的心声：囡仔安心上课，顺利交予阮袂放弃。桂小姐讲，伊甲被害学生捌住同一个社区，熟悉5年。看到这个新闻时阵，心内真伤心，真受气。我觉得很难过，是因为他再过5个多月就可以参加会考，就可以考上很好的高中，以他的成绩就可以远离这些猴子。然后就很可惜，为什么？然后我非常非常生气，为什么这个部分学校有这种漏洞？伊讲这个受害学生性地真好，真有正义感，也认为是各种制度的缺失造成悲剧，有真侪所在爱检讨。另外，这位张先生讲，代志发生了，真侪代志爱提出来检讨修改。希望可以是有条件的去涂销，就是比方说，如果好他犯下重刑案，也许重刑案不能涂销。又或者是他在少年监狱里面的表现。从张一林陈小姐强调，甲对少年的保护线提掉，会当避免因何恶道利用，犯更加大的错误。因也无法度接受这件代志发生了，这个拿教育部提出应对。对学生来说，他有约束力吗？学校的学务处人力是真的充足吗？他们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吗？这也是我们很质疑的一部分。陈小姐讲，包括离校抚育加协助家庭这块方面，其他公部门拢无做具体回应。所以因14会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动联署，请政府全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昨伫咧高雄七贤路口，有一个51岁细苦的查甫人伫咧过车路时，受一台要倒挂的计程车撞到，加在送医了是无大解。经调查，这个计程车运将并无接手，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悬会罚到3万元，扣驾照1年。51岁的柯姓男子行伫行船线管顶，当要过马路，后面一台共向的客运车要倒滑，煞无减速，直接甲伊弄飞。加载就医了后无性命危险，不过伊的头部因为弄跌，需要留意观察。不慎碰撞，穿越行道上的许男。许男四肢轻微擦挫伤，为案发时因为头部碰撞故留院观察，并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客运车的驾驶经过酒测无酒精的反应，伊讲当时是因为头前一台车顺利倒滑，伊当作行人还未行起咧行船线，加上4线的死角，才会甲伊弄掉。不过警方表示，驾驶无礼让行人的行为是非常的严苛，已经违法，会面临着上悬36000块以下的罚金，嘛会红吊扣驾照1档。当然爱看啊，系啊，这会违规的。车啊，不是无啊，对。会啊，会注意一下啊，有的不会让，有的会让啊，不一定。事发地点伫市区大路口，往来车辆袂少，不过多数拢会礼让行人。警方呼吁驾驶经过这路口，就爱礼让，嘛会加强处罚的违规。不过有民众讲，不管法规敢是要提升着行人的路权，还是伫行路进前爱保持着警戒，才会当确保着家己的安全。记者王丽婷、柯正俊高雄报道。同款是咧高雄有一间无牌旅馆，已经连续互市府罚70万啊！
而且佫下令关门，煞佫继续咧经营。即马市府甲断水断电，不受到讲这业者事后佫打出公告，讲是因为机房出问题，才暂时无收人客。应采取罚款并勒令歇业后，仍然继续营业。来到这间旅馆正入口的门口，带队指挥官宣读完法令开始动作，有人甲水表破坏，也有人互电力中断。因为这间旅馆无照营业，陆续互人罚70万唔够，佫继续招人客，互市政府无法度吞论。相关的裁罚40万元，那而后发现他没有依照规定来进行歇业，所以再处以30万的这个代金。那发现该旅馆还是一直不听相关的劝导跟要求，持续有营业的事实。高雄市观光局是讲，去年全市无照的业者116间，违规的业者有50间，累计罚1800多万。这间正旅馆是全市第2间互人强制断水电的非法旅馆。下晡重新倒来现场，人已经搬走啊。暗过业者是公告，是机电房出问题，爱检修，才暂时停业。我叫主管你联络好不好？看业者的联络电话，1个前也无回应。较早原来有旅馆因为出名乐团来高雄演唱，故意订关价。因为农历春节甲黄色阿米亚到位，会吸引真侪观光客来高雄。市政府要会动消保官联合稽查，若做有违规，一定要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新店是有民众甲环保局检举，讲水沟啊出现红色废水，稽查人员一直查到源头，才发现是来自一间科技公司咧违法排放，上当会甲罚到600万。来到新店统水工业园区，这间互人查到无合法排放废水的科技公司，拜六无营业。门口看到蹲一罐垃桶，应该是用完原料送到转来空桶。车上下晡有民众通报排水沟规条拢红去。新北环保局稽查人员穿甲巴装，为大排一路向顶悬追查，必须软过暗坑，爬过障碍物，来到一个正下的巷仔路，总算找到排放垃圾水的所在。真的有呢吼。稽查人员赶紧采样，明显是红色的。伫隔工透早，搁再去工业区一间一间调查，锁定搅拌制造分装、生产印表机墨水的科技公司。处理台顶也看到黄色的染料，内部原来放真侪垃桶。现场稽查人员确认是毋是有洗过。做完不同的颜色或者什么，我们还是要洗，或是不同型号的东西。这个动作对对对，所以刚刚也有洗嘛，对不对？刚刚有洗。不过，这件代志不是洗汤啊这么简单，因为这间公司做化工业是水污染列管试验，染色的水袂使想要排放就甲排放。那应该在排放配水前取得排放许可，但是业者并没有，所以未来我们会走这个最终罚款600万跟所谓停工的一个部分。这间公司是伫个道路无连通，搁歹看到废水排放口的统水工业区，稽查人员也是克服树林甲厝的地形限制，软坑行修路才找到。后续业者必须爱得到排放许可证，放流水爱符合标准，才会使搁排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后个月就要过年啊，未少人拢会伫过年之前伫厝里吹粿。成立市本土技吹工协会伫清华大学都办一个亲子活动，有台语老师带大家体验做红菇粿，提早感受到过年气氛。哇，红菇粿，规个面笑眯眯，伊讲就欢喜找到真侪好姊妹啊！因就烧酒出去耍哦。透过讲故事的方式，互现场的囡仔知影红菇粿生做啥物款。故事中除了有红菇粿，阁有发粿、年菇等等，拢是真侪民众过年时拢会传来拜拜的物件。囡仔嘛对过程中学到各种台语的讲法。一般拢是过年才会食嘛，敢会过年还拜拜，我嘛毋知。哎呀，就想讲今仔日讲故事这个题材，就要带因来听呢。趣味啊，互囡仔有机会当认识台语安尼。安尼教上好啊，哦，这个示范啊就对啦，啊有一个视频啊视频互伊看呢，啊搁甲教上好。加油！这边洗个头了。活动中，阁互囡仔用黏土甲模啊体验做红菇粿，不论大人囡仔，大家拢算甲真欢喜。透过手做的过程，是制作的过程来知影讲一寡做粿的名词、台语的名词，伊的材料，比如讲是糯米、粿模，啊个粿菜，
等等的名词，安尼透过这实际制作方式，囡仔就会更较会记得这的名词。趣味的台语活动，唔那互大家学台语、讲台语，也提早感受过年过节的气氛。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12度到23度，南部地区12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至23度。外岛地区11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